台电的台中火力发电厂昨有一个员工互高压电电到，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哦，人已经出院。这案事实表示讲，中火要减电进前哦，应该得爱先断电，作业无开始，会依照这案法来处罚。救护车驶入去台中火力发电厂，这位地无爱员工家己行上车，虽然看起来意识清楚，也毋过其实头拄只那抢去互电到，救护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检查。我们港务消防队接获到民众报案，台电公司有员工触电，然后我们到达现场，有一位许姓60岁的员工，他自行步行走上救护车。加在这位员工经过检查，并无啥物大问题，暂时顺利出院。意外就发生伫咧13暗时啊，这位员工当来对外套团的机器监测电流，向传出电极的声音，中火赶紧去了解状况，判断应该是监测的过程当中产生电荷造成的。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用验电笔，去验一下那个机器的那个电，送电有没有正常啊？小可产生类似有点电弧的。惊到啊！中火表示，这件事件对供电甲设备无影响，会搁再要求内部作业得爱确实遵守工作的流程，甲加强相关的训练。因为这案数10时嘛派人到场，初步了解到是咧进行减电进程，无落实断电相关的作业流程。减电它量的时候要确定是不是断电嘛它减电没有确实了它造成它在量那个绝缘。他量绝缘嘛量马达的绝缘，他用绝缘高阻距去量的时候发生高阻距的爆裂。中火伫咧顶个月初7才发生包厢咧拆塑胶模板时阵无细致引起火烧，即马又搁传出公安意外。中区治安中心表示，这件事件初步判断是因为无完整断电所造成的，依照违反治安法，相当会当甲因罚30万，而且要求限期改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